喺黃金海岸開咖啡，最想俾到大家一個休閒嘅角落，飲杯咖啡超下。而我哋每日產生嘅咖啡渣都唔會浪費，我哋同商場合作，將咖啡渣交俾佢哋回收再用，唔單止可以減輕堆填區嘅負擔，仲可以為呢度嘅綠化環境作出貢獻。收翻嚟嘅咖啡渣，我會處理一下，放落田做覆土或者做堆肥。我喺黃金海岸工作已經18年，一直都有幫手打理幾個都市農莊，種植可以食用嘅農作物，比如木瓜、芋頭、韭菜、香麻、薄荷等等。仲有啲觀賞性植物，好似熱帶植物、六角蕨咁啦。住喺黃金海岸其實都好寫意嘅，成個社區同大自然融合得好好。周圍都被樹木、花草包圍，仲有班街坊雀仔定時定候會出現。呢度仲有格仔田租俾我哋啲住客嚟玩下、種下菜，體驗耕種嘅樂趣。我哋希望同住客一齊以輕鬆簡單嘅方式實踐可持續發展嘅生活，好似舉辦環保市集。我哋設立攤位俾居民出售二手物品，為舊嘅物品延續生命。黃金海岸嘅住戶每次都好積極參與，我哋希望透過呢一類型嘅循環經濟活動，進一步推動大家投入綠色生活。